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应该说大放异彩，一鼓作气突破了3400点。截至收盘，沪指涨1.81%，报3419点；深成指涨2.26%，报10978点；创业板指数涨2.8%，全市场超过4400只个股上涨。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79万亿，这些数字都非常漂亮。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851亿元，个股是涨多跌少，4400只上涨。网友惊呼牛市又来了。实际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沪指大涨就是 A 股大涨，一定是有原因。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有三，一个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2025年3月17日，也就是下周一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春林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提振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这个实际上有什么消息似乎提前透露了，也只能这么说或者是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周末周六周日甚至早一点，今天晚上恐怕就有什么小作文要出来。你从盘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生育概念这个什么消费概念全部暴涨，不光是 A 股连港股生育概念都暴涨30%多那一定有关于生育的什么就是多胎刺激生育的一些政策要出来。加上最近有几个地区育儿补贴，你比如说呼和浩特一孩是补贴1万，两孩补贴5万，三孩补贴10万，也就是你生一个孩子一次性给你发1万块钱，你生俩孩子呢，这个第二个孩子他给你发5万，每年发1万，一直发到他5岁为止。生育3个孩子呢，发育儿补贴10万元，按照每年1万发放，一直发到孩子10周岁。最关键的是，在呼和浩特，如果你生了3个孩子，那你学区随便挑，你想上哪个小学你就上哪个小学，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又传言深圳也在跟进，至于深圳怎么跟进的咱也不知道，传言也就是说其他地区恐怕还要模仿。3月7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今年将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卫健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相关的育儿补贴操作方案。那么下周一的记者会很有可能要公布怎么刺激怎么育儿方案，所以导致港股婴童概念股尾盘还涨幅扩大，什么奶粉、尿不湿这些概念股都有所表现。第二个是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3月13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扩大会议，明确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降准降息。我觉得恐怕很快了。第三个就是金管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就发展金融助力提振消费工作答记者问，这里面谈到了要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完善个人消费贷款禁止免责要求，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优化资源配置。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业务员去推消费贷，你只要禁止免责了，这个贷款还不了，你可以免责。过去如果你办的卡，你推销的这些信用卡，如果产生逾期，对吧？不良贷款，那这个跟你这个业务员还有关系。那现在不了，也就是加大推广力度，但这个就是刺激消费。那么下周一的会是不是跟这些具体措施有关系？大家拭目以待。但是我要把话说回来，这个就是1-2天的行情，没有可持续性。这玩意又不是打针吃药，一针下去就灵。这个政策要见效，不知道猴年马月。大家想象一下，谁最需要一年发1万来刺激他生孩子？大城市的人呢，你发1万是不够的。也就是这个刺激效果怎么样，还打个问号。偏偏是那些农村的，他们需要你一年给他发1万，发5万，3个孩子发10万，第3个孩子这个力度还比较大。所以我们就看下周一他的政策是怎么宣布的。比如说北京、上海，如果也是对吧这样的刺激政策，1胎、2胎、3胎，那个效果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说河北农村、四川农村、甘肃农村，你要这么刺激，这个人口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叫止跌回稳，新生儿可能不会再跌了，恐怕还要往回涨。大家还记得那个铁链女，那个叫董建民的男的，如果你要这个政策，他能给你生20个出来，他一年到手就有20万，第2年还有20万，
第3年还有，至少农村的刺激效果远远要比城里面要大得多。城里面可以说没什么太大效果，因为城里面养孩子的成本不在这一年1万块，在于他就业，在于他房价，在于他稳定不稳定。至于刺激消费，年年刺激，大家都心里有数。我没钱，你怎么刺激？我也不消费。所以说啊，它应该是1-2天的行情。而且今天上涨的主力是白酒、保险，还有等等，就是权重股。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死守着这些股票的，现在恐怕赚一点钱。你买的其他的股票，实际上就是看个热闹，账面有浮盈。等到你想兑现的时候，恐怕又是变绿了。当然了，这个胡适走成这样，也有特朗普的一份功劳。特朗普在暗中相助，这个不是我说的，这可是美国人说的。财联社报道说，华尔街吐槽特朗普让中国股票再次伟大，说东升西落还在继续。华尔街吐槽说，一边是标普500指数在周四正式迈入了10%的技术回调区域，另一边则是上证综指在周五盘中时隔2个半月后再度升破3400点大关。毫无疑问，全球市场上的东升西落行情仍在持续上演。对此，不少海外投行人士表示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全面贸易战，引发经济衰退担忧，许多全球投资者反而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避风港——中国股票。一些投资机构提到了在美股不断走弱下，中国股票和欧洲股票所具有的讽刺意味。特朗普在上台前后一直将这2个地区列为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然而他一系列摇摆不定的关税政策却并没有能令美国再次伟大，反而却令中国等市场重现了昔日的荣光。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评价特朗普那一段是对的，但是说中国市场重现昔日的荣光，这个似乎不对。中国市场昔日哪有什么荣光啊？咱们10几年一直是在3000点好吗？10几年，将近20年，咱们到过6400，那是昙花一现，那谈不上昔日荣光。后来还到过5000点吧，那也是在3000点过程中一次悸动。咱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3000点上下，哪来的昔日荣光？可以说现在你要吹，你可以说现在开始走牛，突破3400点吗？你可以这么吹，但是你说重现昔日都是泪水。胡一静老师都扬言要自杀，可不能回到过去。你要吹什么贝莱德投资公司驻美国什么投资策略师菲梅尔德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对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资产表现优异。这个路透社也报道说，特朗普让中国股市再次伟大。当然括号说，某种程度上这些外国媒体他不了解中国股市，因为中国的股市没有伟大过。这个美股这几天确实也跌惨了，标普16天蒸发5万亿美元。这个特朗普3度荣登股灾总统榜，马斯克的特斯拉从最高点到现在应该已经是差不多腰斩，是新冠疫情以来标普500指数陷入回调速度最快的一次。问题是摩根大通分析师他认为特斯拉的股价可能还会再跌一半，也就是再腰斩一次。在这个基础上腰斩，该银行警告称目前美国和欧洲对特斯拉强烈抵制，在汽车行业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摩根大通将特斯拉其第一季度交付量预测从 44.4 万辆下调至 35.5 万辆，同时将股价目标从每股135美元下调至120美元。摩根大通汽车分析师布林克曼警告客户说，马斯克因其与特朗普总统及欧洲极右翼的接近，而疏远了远比他吸引到更多潜在的购车者。简单点说，全靠同行衬托。平心而论，胡适给美股当绿叶当了几十年，那现在美股给胡适当几天的绿叶也没什么好说的，老实得受着。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啊？炒概念，炒政策，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业绩，落实到利润上面。但是我看胡适目前恐怕还是以炒为主。如果只要是炒，那这个对散户来说基本上就是买单，因为你的信息没有别人灵通今天早盘胡适突然就涨了，到下午胡适基本上不动，也就是说你这些金融消费者你可以追进去，你要不追，下周一恐怕还要涨一涨。等到你追进去，正好人家是出货给你，等到下周一政策一出，下周二，因为下周一他下午开会再预热，下周一恐怕还震荡，有可能还涨，很多散户追进去，下周二直接来个低开走人，全部成为山顶资本一般都是这个玩法。所以说这些金融消费者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就你是买单的，
你不是去占便宜的，不要老想着去赚钱，要以买单而感到光荣。赚了钱，你应该觉得羞愧，对吧？又占了国家便宜。你看，新浪证券又刊登说 A 股如何保护中小股民合法权益。其实我就不太明白，这就相当于一个赌场，老是问如何保护这些赌徒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赌场啊，你要保护这个赌徒的合法权益，你就不要殴打赌徒，不要威胁恐吓他。说到这儿，咱也插一句，前2天不是传言澳门这个赌场有一个什么华语的什么巨星说赌博输了10多亿，输的倾家荡产，编的有鼻子有眼。今天警方的通告出来了，这就是有一个人自己用人工智能去编的一个谣言，在网上传播，结果一下火了，很多人跟着后面也开始造谣。这哥们已经被抓了。如何保护赌场里面的赌徒的合法权益？有一位证监会的官员说，他说投资者是市场之本，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是监管的首要任务。证监会强调出台中小投资者保护政策措施文件，推动健全特别代表人诉讼、当事人承诺等制度机制，切实维护市场3公，进一步凸显了投资者保护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这里面他还表扬了新浪财经，是吧？作为长期服务中小投资者的平台，新浪财经始终以维护广大股民，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为使命。过去1年，新浪微博股民维权平台携手专业律师，累计为超10000名投资者提供法律援助，推动多起典型案例判决，彰显了法律维权的可行性。我觉得保护中小股民合法权益，中小股民要和那些赌徒区分开。中小股民要和那些炒东南西北中发白，要和那些炒什么川大智胜、炒什么董事长生肖，明知东方集团已经被立案调查，还要去赌里面的这种刀口舔血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保护。我们再看看胡鑫老师又开始为俄爹鼓如呼了，又开始为俄爹背书，认为俄爹是不可能背刺大国的。胡鑫今天发了个微博，他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直接打了宣扬离间中俄美国人的脸。这胡鑫老师意思就是我俄爹打了美国人的脸，你看看我俄爹不可能被美国人挑拨。他说自特朗普采取改善美俄关系行动以来，一些美国政客和战略界人士鼓吹美国采取1972年尼克松联中抗苏的策略，如今天的俄罗斯联手对付大国。拉夫罗夫12日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情况和冷战时期完全不同。他说我们从未与大国有过如此良好、如此互信、如此长期，并且得到2国人民支持的关系。我觉得拉夫罗夫这个说法，如果年轻一点的网友相信，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胡锡进老师相信拉夫罗夫，这就属于有点坏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大国跟俄罗斯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挺好，经贸往来连创新高。拉夫罗夫说，我们如此良好，如此互信，从未有过如此好的关系，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我记得咱们跟苏联还签过中苏同盟条约啊，同盟比现在这种什么合作伙伴的关系那高2个档次啊，怎么解释啊？拉夫罗夫的意思是苏联不算了，从俄罗斯对吧，在苏联1991年以后算起。你要这么说的话，似乎能成立。但是俄罗斯毕竟继承了苏联的这个一切啊，要不然他联合国安理会的位置从哪儿来的呢？这个胡锡进老师说啊，现代版尼克松策略是美国一些新生代政客梦游般的幻想，即将成为美国国防部第3号人物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亚就是他主张者之一。这种想法远远超越了特朗普缓和对俄关系、卸掉美国在欧洲包袱的策略，将它做成了纸上谈兵，仿佛万事皆有可能的发挥。他们的想法是，既然尼克松当年能够实现与大国联手对付苏联，为什么今天的特朗普就不能反过来用同样的策略对付大国呢？然后胡锡老师啊，为大国跟尼克松合作做了辩解。他说1972年中苏激烈对抗，双方不久前刚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2国面临爆发更大战争的风险，所以尼克松向大国战略示好，迅速实现了美中以苏联为共同目标的走近。下面胡锡进老师就说了，他说今天的中俄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它经受住了过去3年极端环境的考验。大国作为大国，成为俄罗斯在困难时期最为可靠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与1972年相比，这是截然不同的2个时代场景，对应了2个迥异的地缘政治逻辑。
那些主张现代版尼克松策略的美国人就像过家家的小学生。胡锡进老师这个解释辩解实际上核心逻辑就一个，我对俄爹如初恋，俄爹就不会背叛我。他说的意思就是这3年你看看俄罗斯这么困难，我们跟他合作的这么好，什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怎么可能被你美国一忽悠就去抱美国大腿，大国对抗呢？你看，也就是对俄爹那是无条件信任，我曾对你好，所以俄爹一定会对我们好，是这个逻辑。他说半天他没有解释出说俄爹不可能背叛，从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实际这种外交他都不可能背叛，因为他跟美国就根本抱不到一起去。他不是的，胡锡进老师还是拍胸脯，总之我对俄爹这么好，俄爹就不可能背叛。这个胡锡进老师就拿拉夫罗夫的话来出来解释，他说从拉夫罗夫3月2日一次表态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实际想要一种类似中美关系的俄美关系，但是要避免分歧演变为战争，并且推动双方开展互利合作。拉夫罗夫12日说像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有相同的国家利益，双方在国家利益上一致性可能连50%都不到，甚至还会更少。那么请胡锡进老师解释一下，或者拉夫罗夫解释一下，既然俄罗斯跟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致性50%都不到，那为什么俄罗斯跟大国就能有国家利益呢？难道是因为有血缘关系是吗？不太好理解。你跟美国不可能有国家利益，那为什么跟大国就有国家利益呢？胡锡进老师断言他说俄美关系有望缓和改善，但绝不可能超过今天中俄关系的水平。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还说到，当年尼克松有一个想法，就是美中关系以及美苏关系都必须比苏中关系更好，这就是三角形呢。当年尼克松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今天无论特朗普怎么折腾，中俄关系的水平都是他们高不可攀的。老胡觉得华盛顿的政客们不要太浪漫主义，实际上是胡锡进老师浪漫主义，但是也有和那个左派认为胡锡进叫臣妾主义，就是以身试俄啊，成了俄的小妾，臣妾以主人为主，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对。胡锡进老师说华盛顿的政客太浪漫了。胡锡进老师这么无条件的相信俄爹，那叫什么呢？那应该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叫受虐狂。西方有句谚语说，你跟俄罗斯人握手的时候，你最好看一下你的食指有没有掉，就是他跟你握手的时候，他能把你食指给你撅掉。一位大国驻俄罗斯大使曾经在一个论坛上说，俄罗斯人做生意他不赚钱那就是赔钱，他就认为是赔钱。俄罗斯人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几百年来都能看得到。俄罗斯人签的协议那是为了撕毁用的，这个好像是斯大林说的吧，对吧？列宁曾经亲口说过，把远东地区侵占大国的领土要还给大国，实现了吗？这个不能不说拉夫罗夫巧舌如簧，连善如雕盘的胡锡进老师都被他迷惑了。拉夫罗夫说的一切都是可靠的可信的，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拉夫罗夫还能说，那就是俄罗斯的印在5000卢布上的男人，他叫穆拉维约夫。他就靠3寸不烂之舌，没有费一兵一卒，从清朝夺取100万土地。很多人就像胡锡进老师相信拉夫罗夫说的一切一样，也相信穆拉维约夫，人家没费一兵一卒，就靠忽悠。有一次有记者问拉夫罗夫关于这个远东的领土，拉夫罗夫当着记者说，我们的领土都是谈判得来的，人家还真没说谎。穆拉维约夫就是靠他巧舌如簧。咱们总是说你吃一堑长一智，你已经上过一次当了，为什么还会上第2次当？你总是这么上当，有意思吗？就像这个有人去打猎捕熊一样，我不知道那笑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对吧？你到底是打熊去的还是干啥去的？你是有瘾是吗？不要说远了，就说最近俄爹已经露出了獠牙。南华早报报道说，大国开始停止经俄罗斯向欧洲运送货物的方式，由于俄罗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双重用途商品实施运输限制，大国经俄罗斯向欧洲的铁路运量大幅下降，大规模货运扣押事件让大国供应商措手不及。这一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大国的战略调整，即不再单一依赖俄罗斯，而是积极寻求建立替代的贸易路线。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几个月，大国至欧洲跨洲铁路运输量持续减少，欧洲政府大规模扣押货物的行为破坏了大国物流企业对这一项目的信任。上海邦达天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先生表示，自去年11月起，我们就不敢再通过铁路运输货物了。那
所谓的双重用途物品是什么东西？比如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啊，这些商品理论上可能被乌克兰西方盟友用于支持乌克兰军队，所以俄罗斯就把它这些扣押没收。俄罗斯没收的东西还有什么？节流因西方制裁而被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你看大国很多东西不给俄罗斯出口的，外贸清单上面禁止出口的不是140多页吗？你不出口给俄罗斯，人家自己拿，你路过的货物我看我需要的全部留下，这不就是车匪路霸吗？这不就是强盗吗？这些限制不仅打击了大国对欧洲的出口，还影响了俄罗斯的商品进口。每月从大国经俄罗斯运往欧洲大约8万个标准集装箱。许多中国货运公司在规则变更几周后才得知这一情况，而那时俄罗斯政府已经没收了大量的货物，部分大国供应商已经开始拒绝向俄罗斯出口某些商品，例如金属制品，就干脆不跟你做生意了。与此同时，大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今年3月初开通了一条新的铁路线路，这使得货物可以绕过俄罗斯，通过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和土耳其运往欧洲。你看看绕一大圈呢，没有办法，还是通过哈萨克斯坦，然后到俄罗斯，再到欧洲，现在只好绕一圈。此外，大国还在推进另2个铁路项目，第一个是2023年确定的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该线路通过哈萨克斯坦，跨越里海，经过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进入欧洲。第2个项目在2024年获得批准，计划建一条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到达里海的铁路，之后货物将通过土耳其运往欧盟国家。胡信老师估计是不看这样的新闻了，他选择的是把眼睛蒙上，只信俄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